今日我哋深入討論一個非常嚴肅嘅話題：香港青少年吸毒嘅5大原因。首先，同輩壓力，朋友會對你嘅選擇產生巨大影響，無論係在聚會上定係出去玩，融入其中嘅需要都會令說不變得非常困難。接下來係好奇心，我哋都知道青少年天生就好奇，你可能會想知道嘗試毒品係咩感覺，而且覺得只係一次，但呢一次嘗試可能會導致更大的問題。第三，壓力同情緒，學校、家庭、人際關係，所有都會堆積起來。毒品似乎係一種簡單嘅逃避方式，但長遠佢只會產生更多問題。第四，渴望提高社會地位，有啲青少年認為吸毒會讓佢哋顯得更有型或更大膽，但其實係一種好不明智嘅獲取人氣嘅方式，最後係可獲得性。不幸嘅係，毒品太容易取得，當佢出現時，嘗試嘅誘惑會很強烈。好，咁點樣遠離毒品而過着健康嘅生活方式呢？首先，建立牢固嘅正向關係，同擁有相同健康習慣同價值觀嘅朋友一齊，參與令你感到快樂同滿足嘅活動。第二，培養應對技能，揾到健康嘅方法來緩解壓力，運動、興趣、藝術，甚至冥想或瑜伽等。第三，自我教育，了解藥物嘅效用同風險，了解事實可以令你做出更好嘅選擇。第四，開展健康活動，定期做運動或從事創意活動可以令你保持忙碌並遠離不良影響。最後，尋求支持，如果你感到不知所措，請同值得信賴嘅人、輔導員或治療師傾下，佢哋可以幫助你克服困難，而無需借助藥物。見多識廣，建立正面人際關係網絡同參與健康活動可以幫助你保持無毒品充實嘅生活方式。